乡亲啊，坐楼梯来到中华火车头边，有一条小西巷，附近有出名的鸟鼠仔面甲中华肉圆。但是真侪人唔知影讲，这个小西巷伫咧民国50、60年代真繁华哦，敢若是生意的加工厂都有30-40间，附近阁有一栋古迹高宾阁。日本时代是大头家大官府伫起的高级餐厅，尾也经过整修招商，即卖是在地文创中心。地砖铺的巷仔边仔，有规排盆栽和过头的气氛特别自在。这是中华车头边真宁静的小西巷。小西巷四通八达，其中这条较早是有30-40间生意的加工厂。它楼下都是店面，老店都是拢那个加工厂，那种请人咧加工啊，日日斗金啊。真老咧咯，你若要租就无地通租咧。在地人讲，民国50、60年的时，小西巷有够繁荣，各行各业拢有做衫裤的上济，也有女鞋嘛几啊间。这栋后式2层楼的建筑物高宾阁，更加会代表当年小西巷的繁荣。日治时代伊是一间上高档的这个餐厅啦，一寡中华这文人雅士啦、医生啦，因拢会来遮聚餐啦。公复后，高宾阁变成铁路病院，后来关起来，本来要拆掉起停车场，不过文书工作者认为讲，伊见证当地发展历史，所以讲甲县政府申请县定古迹，县政府嘛编3000几万征收，将高宾阁优雅的模样重现出来，计划变成在地文创中心。小西巷繁荣嘛，带动在地小吃。大面淋一寡香料，甜不辣、丸啊，简单的好滋味，就飘香将近1世纪。我们的面开了98年。妙是这碗面叫鸟鼠仔面，内面无鸟嘛无鸟鼠。因为小细汉啊，然后叫鸟鼠叫鸟鼠的，来鸟鼠遐食面，规气讲来食鸟鼠仔面，鸟鼠仔面，鸟鼠仔面，由来就是这个原因。厝边店名叫一摆都袂扣袂记，出名的中华肉圆嘛伫遮。不管是在地人还是外来游客，拢会专门到小西巷这的肉圆店食一碗。时代变迁，小西巷虽然讲无遐繁荣啊，不过在地小吃游玩会引这人客来食美食，同时唔通袂记行入巷仔底，感受小西巷过去的荣华。